田家炳先生係香港一位已故嘅著名大企業家同埋慈善家，一生致力於公益教育事業。多年嚟，佢獻出咗奮鬥大半生所得嚟嘅財富，捐助兩岸四地嘅大中小學超過300間。佢向來奉行朱子治家格言嘅儒學德行，但係喺2013年5月，95歲嘅田先生接受咗洗禮，喺眾人面前見證佢成為神嘅兒女。田先生話：坦白講，我平生都係憑良心做人，我會毫不面紅嘅話，我係一個好人，根本唔需要耶穌。只不過喺人眼中嘅好人，同樣有7情6慾，一樣會犯錯，所以喺人眼中嘅好人唔一定可以上到天堂，因為喺神嘅眼中，佢仍然係一個罪人，需要耶穌嘅拯救。唔知道你嘅決定又係點樣呢？